鬼以咩方式存在？佢哋又點樣影響我哋嘅生活？今日用 Lenormand 雷諾曼同大家睇睇。第一個問題係佢哋以咩方式存在？抽到雪、雲同埋幸運草。旋代表流動同埋轉移，即係話鬼係一種會移動、飄嚟飄去嘅能量。佢哋唔係固定喺一個地方嘅，而雲就代表模糊同埋混亂，亦即係佢哋嘅形態就好似雲咁樣啦，朦朦朧朧嘅，而唔係出現一個好清楚嘅人形狀態。而幸運草代表機會同埋短暫，即係話我哋見到鬼嘅機會係偶然、意外同埋一瞬間嘅，要好彩先會見到㗎。好，咁第二個問題就係佢哋會點樣影響到我哋嘅生活？首先抽到嘅係 letter， 代表傳遞信息同埋溝通。佢哋係透過間接同埋隱蔽嘅方式嚟同我哋溝通，而唔係直接講啦。例如發夢，跟住之後就係戒指，戒指象徵住循環，代表受佢哋嘅影響咧，好多時係因為佢哋有未完成嘅嘢啦，例如生前嘅承諾、未解開嘅心結。你可能會發現某類情景不斷重複出現，又或者成日俾同一類型嘅夢困擾。而最後一張月亮就係代表潛意識同埋恐懼。佢哋最中意喺我哋心靈脆弱嘅時候出手，透過我哋嘅情緒慢慢咁樣入嚟。有時你突然之間覺得好攰，又或者情緒無端端低落，都可能係受到佢哋呢種影響。你又信唔信鬼嘅存在？有冇遇到過一啲親身經歷？歡迎你 like、share 同埋 comment 話我知。